次帶大家嚟到盂蘭片港同會安一齊飲同買咖啡，4間特色咖啡，飲當地咖啡。快啲嚟睇下有邊間啊！第一間位於會安嘅咖啡焗溫，醫生杯必飲，有蛋咖啡、鹽咖啡、點咗意式，個鹽奶個勁濃稠。笑死啲冰大粒到搞唔到啊！蛋咖啡相對比較甜，嚟到盂蘭不妨一試。Walnut Coffee， 個人覺得呢杯係最好飲，佢個椰子沙冰皮大殼，好 fresh。第二間濃咖啡，聽講呢間好啱買手信。頭先嗰間冇晒貨，所以換咗間分店。呢間冇飲啡，但買咗好多啡。第三間。燉 Bobby，好舒服，覺得點影都靚。咖啡正常發揮，佢仲有啲周邊可以買。第四間 B&G Coffee， 咖啡種類豐富，店內相對闊落，而且仲有好多 figure， 超級認真拉花。我哋叫咗外賣都好正，歡迎留言，我哋 send 資料俾你。